来跟他说，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阿们。我们全心全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为了要敬拜他。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神。阿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他。所以呢，什么是赞美神？赞美神有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赞美你的朋友，哇，他表现非常好，然后呢，他拿第1名了，然后他今天中了发票100万，你会怎么样赞美他？会怎么样跟他喝彩？哇，你好棒，对不对 ？OK， 我们对神的赞美也是如此，而且呢，我们的神他是至高的真神，他赏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用的，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到教会，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他，就是要把这些的荣耀，把我的声音，把我们的心意，把我的所有的动作都要献给神，这就是敬拜。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懂得知道如何向这一位神感恩，因此感恩的人生命是丰盛的。阿们。所以呢，我们会用拍掌，会用举手，来跟牧师来好吗？来拍掌，举手，然后呢跳舞呀，等一下会带我们跳。所以呢，我们用这些所有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我们对这一位神的尊荣，好吗？这个时刻，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起立。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的圣餐，还有我们要增加18位的新家人，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坚信你的，还有转籍的，哇，他们已经都在前面等候各位了哈，他们早已经预备好。他们成为我们的新家人，也成为神国的新的子民，所以这是值得喝彩的，好吗？我们先用掌声欢迎他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预备要来敬拜神了，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很谦卑的，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我，引导我们，充满智慧。我们一起来跟牧师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如何祷告，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要来喊3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好，我们喊3次的哈利路亚，然后举起我们的右手，把最大的赞美的声音都归给神。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有的怀疑。
们征战，我们得胜有余。阿门。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狂野之中紧紧跟随援助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心情，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你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你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你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为一切颂赞赞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我们一生的依靠，哈利路亚！我们用着喜乐的心来到神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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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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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切的颂赞赞美都在神的宝座前，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
谢赞美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3天后复活，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我们岂不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用他丰盛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享受在他永远的平安与喜乐的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更深的来敬拜。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一生跟随主吗？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自由的来敬拜。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站在这里。除了我们永光的家人在这里敬拜，我们有一批新的家人即将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我们永光的新家人。也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今天站在这里，即便你不会唱这些诗歌，
但是你听见了这些诗歌的福分都要进入到你的里面，不仅在你的里面，这个福分会延续到你的家庭当中，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就会改变。这个时刻我们要来祷告，为哪一件事情来祷告？为我们今天受洗坚信里转籍的新家人，我们要求神来带领他们。第一，我们先感谢，让他们能够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生命里边，从此以后不再是孤单的，不再是一个困境里面的人，而是可以得胜困境的。阿们。我们感谢主，也让转籍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别的教会受洗，然后他们现在来到永光教会，他们愿意委身，并且跟我们一起走天国的道路。阿们。我们要为这18位为他们来祷告，神祝福他们的健康，给他们智慧，祝福他们的关系，也祝福他们的家人，好吗？阿们吗？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了，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们要为18位的弟兄姐妹，要成为永光新家人，他们受洗坚信你转籍。主啊，你的恩典大大的临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赐下了智慧。主啊，你赐下那活水。主啊，因为你拣选他们。谢谢我的主。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感谢我的主，谢谢主你的灵，谢谢主。主耶稣，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必叫我们得安息。主啊，那个安息就是可以好好的休息喘息，并且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可以更新起来，可以再一次的强壮起来，就因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的爱里面来享受。主啊，感谢你在今天我们为18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灵魂体交在主的手中。主啊，透过今天的受洗，主啊，天使天军都要同来见证，他们要成为神国的儿女。主啊，他们的生命要被更新，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主啊，他们过去所犯的罪过，无论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主你都要洁净他们。谢谢主，让我们所有的新家人，他们在今天所领受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复兴，他们的家也要因着他们来蒙福。谢谢耶稣，你满满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将生命献给你。哈利路亚！一起来，我的生命献给你。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跟背十架，跟随主。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更深的说出来，我的生命献给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的弟兄姐妹，你们唱。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来，哈利路亚！十架跟随你，
一定要记得，我们喜乐的爱主，并且跟随主。只有今天受洗跟随他吗？之后就没有来到教会了？完全不是。今天受洗，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过去你不是属基督的，如今你属基督了。因此，你跟随他，是每一天都跟随他。无论是你在快乐，是你在忧愁痛苦，是你在困境当中，时时刻刻都跟随主。阿们吗？要记得时刻跟随主，并且把生命献给他。哈利路亚！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全置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爱我们。我们不再是孤儿，有神完全的爱。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把你最大的掌声，要献给神的掌声，一定是比那个巨蛋的引擎还要大声吧？阿们吗？阿们。把我们的掌声献给神，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前后左右看一轮，然后你跟他说：“你的赞美我好感动。”你的赞美我好感动，我好感动。永光教会就是尊荣的文化，所以呢，在尊荣里面，我们跟旁边的人说：“请坐，请坐。”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用最喜乐的心，要来欢迎新家人要加入到我们永光教会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充满喜乐的时刻。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来托住今天圣礼典这些透过洗礼、坚信礼以及转籍接纳，要进入我们的家的这些的新家人哈，所以牧师现在按名字来唱名，请他们来到前面，来到我们当中。这时候成人洗礼有10位，黄茂昌、曾顺良、黄安瑞、宋雷琴、陈子林、廖林月、厉竹英、姚詹桂叶、蔡春愁、顾慧娟这是受洗的，总共有10位，请整个靠过来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有2位坚信礼，就是林庭宇、连成新。有6位会籍要转到我们永光教会的徐嘉文、石方梅、孙国荣、朴金顺、林秀香、于德熙，我们请这6位也到前面来，感谢主。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敬虔的态度，我们求圣灵在这其中浇灌我们，透过牧师的水来施洗，也圣灵的洗要到我们当中，不管是洗礼、转籍，或者是坚信礼，让我们都深信
这是最甜美、最神圣的时刻。阿们。请我们弟兄姐妹也用祷告的心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礼典就是洗礼和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在升天之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刻，彼得传福音时，对渴慕救恩的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要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的记号，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今天你们有成人洗礼的，也有坚信礼的。那坚信礼这两位，他们就是小时候已经受洗了，今天他们自己公开来承认这份信仰。而我们也有6位是转籍的，就是从其他教会来到永光，他们已经受洗了，而愿意委身在永光大家庭，一起成长、服侍和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圣礼典，大家都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和永光的家人。阿们。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请这些受洗的、坚信礼的、转期归纳的，如果你的脚力可以的请你们来跪下在上帝跟人的面前，请我们第一排往前上来，再上来到第一格，再往上，那跪在上面，跪在上面，对对 ，OK， 可以跪下来就跪下来哦，可以不行的没关系，没关系，你站旁边，对 ，OK， 可以的。站着就可以哦，好，对，不要跪哦，可以的，不跪，年轻人可以跪就跪下来，膝盖不方便的就不要跪哦，站前面一点可以。这是最神圣的时刻，现在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大声的一起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是。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是。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阿们。OK， 好，这时候我们请转旗跟全部都站起来，现在全部都站起来，慢慢站起来 ，OK， 好，那请我们侧两边，对，那要受洗的，我们就。对，受洗的，过去一点。OK， 好，来，我们要分两方面来施洗。OK， 好。黄茂昌。茂昌。来。好，来，再来是李祖英。要脱下来，这个拿前面，拿前面。等一下
黄茂昌，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靠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OK， 好，你可以起来。立足音，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恭喜你，谢谢，谢谢牧师，感谢主。曾顺良，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OK， 好，你可以起来。安瑞，蔡春崇，我用水为你施洗，乃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恭喜你。黄安瑞，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顾慧娟，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恭喜你。宋雷琴，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姚詹贵业，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恭喜你成为新造的人。陈子玲，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廖林月，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恭喜你。好，现在请回到原来的我们的队伍队形，回到原来的队形。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有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阿门。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永光教会。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给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愿他们在你里面得着你的保守，遭遇试炼的时候得胜，并且在信仰上打美好的战。愿他们的身体、灵魂以及家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得以被你看顾，并且蒙你的大祝福，也让他们在教会
可以不断领受真理，活出真理，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成为最美的见证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OK， 好，这时候我们要来请我们的牧师团长老来握手，表示欢迎跟接纳。请我们的长老来，请过来。恭喜恭喜恭喜！来，永光人喽！来，贵院，永光人，阿门阿门。来，永光人，阿门阿门。永光人，你要坐下吗？弟兄姐妹请坐。也请。成为永光人，是永光的家人。家人，是你的家，永光是你的家。阿门。好长，呀！感谢主，欢会在基督里面了。阿门。天宇长大了，晨曦长大了，成为属灵的家人了。嘉文，非常欢迎你们，欢迎成为永光的家人，欢迎金顺，欢迎你成为永光家人。小香，德熙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成为永光家人。他们要在第一排，是的，他们要爬上来，他们这样才能够，还是对他们先第一排，因为我们要介绍他们。对，那先请他们向后转。我们先请他们在第一排。好，请我们向后转，向后转。先来介绍先送。好，来，我们请第一排的呢，我们分两边然后站到后面去。好，来，我们先绕到后面去。来，好。我们要请第二排的往前站。受洗的往前。受洗的往前站。受洗的往前站。对对对。OK。站上去可以哈 ，OK， 很勇敢。好，我们要来赠送他们洗礼的证书，以及教会为他们预备的圣经神的话语。来，茂昌，我们为茂昌掌声。曾顺良弟兄。黄安瑞，还有青少年牧区黄安瑞，阿门。对，阿门。这是宋磊琴，青少年牧区。磊琴，这是你的。再来是豆豆小组的陈子琳，也是豆豆小组的林月。丽竹英是秀莲小组的丽竹英，恭喜她。秀莲小组的姚詹桂叶，恭喜他。是。我们的桂林小组的蔡春愁姐妹，欢迎，恭喜。对。还有我们的顾慧娟姐妹，感谢主，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拿到了这一份的受洗证书。你一定要保存着，一定要保存着。再来就是每一个新家人进到永光教会呢，我们的小朋友小孩要入学的时候都会收到入学通知单，对不对？因为他长大了，准备要接受国民教育，来到永光教会都要接受灵性国民教育，是，所以都会接收到这个入学通知单，要进入到培育学校来接受装备。好，这就是我们永光新家人的装备学校。好，那这时候我们第一排的请
请向后一点，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也为受洗的有预备要献花的礼物的好，我，们在要这个时候我们给受洗的，来先受洗的，对对要献上花的。好，哇，我们恭喜他们。好，我们现在不拍照，我们结束再拍照，因为我们后续还有哈。好，我们结束再一起拍照。好，我们恭喜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掌声再热烈！哇，感谢主。好，我们结束后会有拍照的时间，现在不拍照啊。我们教会这方有拍照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受洗的弟兄姐妹呢，换你们到第2排，那第1排的来到前面。专辑跟坚信你的往前来。德熙兄慢慢来啊，对，慢慢来，慢慢来，可以。好，那我们来自证我们的转籍的，我们现在坚信里的，坚信你。坚信里的，好，我们坚信里的，好，我们的婷宇长大了，对，感谢主。连晨曦，2个都是青少年牧区的，对对，感谢主。他们呢，在这个信仰上，以前有坚信里，现在自己长大了。这神是我的神哦，我不是神的孙子哦，所以我是神的女儿。感谢他们，再次的掌声，恭喜他们。好，接下来是转籍的，对不对？对。好，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朴金顺姐妹，等我们永光家人。好，再来是国荣姐妹，孙国荣。是。好，再来是我们的于德熙弟兄。于德熙，来，感谢主。还有我们的林秀香姐妹。好，再来这一边。好，这里边。好，我们的方美，好，石方美姐妹。好，再来是徐嘉文姐妹。对，欢迎他们。好。OK。好，来，我们来送花吧。我们现在也有送花要给我们转籍的弟兄姐妹，来，我们来献花。哇，恭喜他们！恭喜他们！哇，感谢主哈！方美，你在哪一个小组？现在？好，在丽娜小组啊，丽娜小组。忽然，丽娜小组，好，我们的嘉文在哪一个小组？波波小组，哇，波波好，恭喜，好，那陈鑫在哪一个小组？在谁的小组？以乐在不在？好，以乐呼喊一下，好，我们的婷宇在哪一个小组？以乐小组，呀，好。金顺跟国荣在哪一个小组？在丽娜小组。好，德熙兄跟秀香，我们要预备他们哦，在桂林哦，桂林他们在关心他们，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呢？好，我们要请受洗的弟兄姐妹往前，然后呢，我们到第2排来，第1排到前面来，我们要来拍照。感谢主，好，慢慢来。好，那这个时候请我们的长老，我们要来拍一个大合照。好，那我们的证书呢，都把它拿正面，好不好？好，拿正面，好，证书都拿正面。那请我们的长老，好，在后面可以哈。好，那这中间给牧师站，好，有斜度一点点，茂昌那边。好，可以吗？后面可以吗？可以哈，好。好，来，那个我们教会方在拍照哈，我们都先好，我们看我们的中间来，大家站，
好，感谢主，我们再次热烈掌声。好，那我们请回座。好，我们请回座。我们大家来帮忙这些年长者，我们慢慢的走，然后我们都就坐。好，我们慢慢来就坐。如果我们在中正路上，或者是在黄昏市场，然后看到他们，你们会怎么样跟他们称呼？嗨，永光人，嘿，我也是永光的啊！你就是那一天受洗的曾顺良，欢迎你成为我们永光家人。哇，你是那个廖林月，我是永光家人。哇，这些都是我们永光家人。我们刚刚有看清他们的脸了吗？啊，大家都认识了哈。不管是年纪轻的，一直到年纪比较长的，每一个年龄层在永光教会里面都是宝贝。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就是宝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欢迎，是不是有你们的亲友团来吗？有吗？好好，茂昌你的亲友团有吗？哦，挥挥手一下。哇！那一些我看到很漂亮的姐妹，都是她的妹妹。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呢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就是我们要来领受圣餐。怎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圣餐呢？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领受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你流出他的宝血，然后将我们的罪，神呢，耶稣呢，他自己为我们吸收了这一切的罪恶的承担，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公义的人，然后叫我们能够得永生，在地上能够得喜乐的生命，也产生良善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耶稣，其他的神明都是次等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因为只有他为你牺牲，为你钉在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为你死并且复活。因此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主，阿们吗？我们现在要来领受圣餐。主耶稣他对我们这样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靠近我的你必定不饿，并且就近我的来信我的你必定不渴。凡天父所赐给我的人都必到我这里来，我总不离弃你，阿们吗？耶稣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总不离弃你。耶稣他也说，孩子啊，我在你的门外叩门，敲门，敲你的心门，你愿意打开的话，我要进到你的里面，我要与你，你要与我同坐席，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今天领受圣餐，就像保罗在当时他说的，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一夜，耶稣他跟门徒在一起。首先耶稣他就拿起了饼，并且耶稣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打破的。打破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你们要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之后耶稣他拿起杯，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新约就是受洗之后与我们所立的约，
所以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是有盟约的。耶稣他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因此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就是耶稣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位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因为你为他们死而复活。如今他们受洗，愿意在主耶稣的面前承认他们就是耶稣基督你的孩子。因此主啊，你要带领他们脱离那过去黑暗的权势，他们如今要得胜，他们的生命要在主的光明当中，要活出基督的能力，要活出爱，不仅爱自己，也爱家人，爱众人，把基督的福音传遍出去。主啊，我们今天领受这圣餐，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好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得着复兴。谢谢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这个时候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我们拿着的时候，先放在手上，你祷告，谢谢耶稣，让我今天可以受洗，可以转籍，可以坚信地来到永光教会，这是神的爱。我们拿着，先放在手上，等一下牧师会一步一步带领你。当你拿着的时候，你祷告，因为领受圣餐的就有基督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来彰显。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都先不领受；还没有受洗的，都先不领受。等到有一天你受洗了，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领受，因为那时候你就是神正式的儿女的身份了。你如果有受洗的，你就可以领受；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可以等到有一天，牧师期盼很快的你们就受洗，跟今天18位的新家人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永光的家人。这个圣餐放在你的手上，你来跟耶稣祷告，耶稣坚定你的心，也让你活出基督的样式，带出盼望。你的生命不再孤单，也不再忧愁，你要成为一个喜乐，成为一个充满爱，是成为一个人际关系和好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拿到这圣餐的？你已经受洗还没有拿到圣餐的，请你举手一下。还有哪一位还没有拿到圣餐的？都拿到了哈。当你拿到的时候，你拿起来给牧师看一下。好，虽然你还不能够领受这个圣餐，但是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很快的也要成为你的女儿，成为你的儿子，我也要领受这耶稣的宝体，使我的生命
得胜。这个时刻，牧师呢来领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圣餐。首先，最上面是一层薄膜，最上面一层是薄膜，先把薄膜打开。好，先打开，然后呢，先等牧师一下，把那一块小小的饼，那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拿起来给牧师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举起你的手，打开了吗？打开了哈。大家跟牧师一起来念好吗？主耶稣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纪念我。”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接着耶稣呢，他也拿起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把这个蓝色的膜打开，蓝色的膜慢慢的打开，里面是葡萄汁，是红色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好，我们打开，慢慢打开。好，先等牧师。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一起说来：“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当如此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达主耶稣他的死，直到耶稣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主啊，你救赎我们每一个罪人，凡愿意的都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因信成义。主啊，我们原是不配的，却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爱，叫我们成为义人。主啊，谢谢你提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那软弱的尘土，成为神你所爱的器皿。主啊，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我们在生命里边，从现在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一直到未来我们要在天上与神相见的时刻。主啊，因此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圣餐，谢谢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你的杯圣餐杯呢？请你可以带回去，因为那里面呢有圣经的经节，你可以带回去。好，我们的圣餐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感谢主，我们永光教会2个月就一次的圣礼典，透过圣礼典，我们欢迎愿意领受这救恩的弟兄姐妹可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欢迎这些从其他教会来到永光教会，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恩典更大、更丰富的，我们都欢迎他们。而且并且在圣礼典当中，我们就是透过圣餐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领受与耶稣基督最美的连结。所以今年的第3次的圣礼典就是今天愿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能够不断彰显。永光是神的家，是幸福的家园，你确定吗？好，我们一起来说来。永光是神的家，是幸福的花园。阿们。感谢主。那今天牧师要透过诗篇第112篇，定义为义人的路，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罪人呢？也许我们在外面，我们听说如果对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的，跟他说他是罪人的话，他会怎么样？不喜欢，对不对？我又没有犯法，怎么说我是罪人，对不对？
但是他们都自以为意的说：“哎，我没有犯法，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应该是义人吧？”但是圣经怎么看待我们的基督信仰？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倒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好，那凡一切不遵守国家法律的，违逆这个道德伦理的甚至是一切达不到神完美标准、偏离上帝心意的，或者是说跟上帝疏离的这样的人，我们都说我们是有罪的人，并且我们都深信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就像我们射靶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射中红心，我们就没有达到那最标准。神的标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偏离，只要我们有偏离，我们就说我们是不法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罪人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义人呢？义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些敬畏上帝、愿意与上帝同行的人，他们求神保守他们偏离一些恶行，这样的人在旧约，神就算他为义神是算他为义人，这不是他自己努力来的，是神看他愿意敬畏上帝，愿意与神同行，那神就算他为义。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我们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他单单的仰望神，依靠上帝，所以神就算他为义。那在新约呢，更让我们来了解我们因信称义，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在神主动给予我们的，神算我们为义的，是给我们有这样义人的地位，那是一个位置不是我们做什么可以换取的，不是，而是神主动的给我们的。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行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在新约我们就清楚了解，神看我们愿意追寻信靠他，他就给我们算我们为义人，给我们有这个的地位，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是跟神同行的人这是新约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你信靠基督，你就有罪人的地位，义人的地位。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信靠基督，我有义人的地位。对，这是在新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要赞美耶和华。他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哇，这个很特别他说，敬畏神就是喜爱他的命令，喜爱神，喜爱敬拜神的人，那是敬畏神的人，并且他说是甚喜爱就是超级的喜爱就对了。那我们就思考，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有没有超级喜欢来到这里？超级喜欢来永光这里敬拜神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放下。我们一举手就表达说，我们是超级的喜欢敬拜赞美神。阿们。我们超级喜欢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哇，牧师超级喜欢能够服侍神，能够弹吉他、弹贝斯，能够唱诗歌。哇，这是我深信这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乐此不疲，我很喜爱的。刚才我大礼服穿好了，我还跟亚拿传道说，我要穿这样子去弹贝斯，继续弹可以吗？他笑一笑对，这是神喜悦的，因为我知道神喜悦，所以我甚喜爱如此的服事。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明白，你来到这里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告诉我们的如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人的主动。人的主动，神不要勉强我们去顺服他，来敬拜他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的是主动的，很乐意的主动的去爱他，这才是神喜悦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也许大家的动机不完全一样，但是我相信90%以上的我们都是出于内心的一份的感动。不管是过去对这份信仰的经历，或者是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在这份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份的感动，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时间分别出来，愿意穿着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好好的，漂漂亮亮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给人看，重要的是给神看，对不对？这是出于我们内心的感动哦。但有一些人，也许少部分的是爸爸妈妈要求礼拜天一定要来这里打卡，礼拜天有打卡就可以有零用钱，好，那这样就是怎么样？心不甘情不愿的来。那你心不甘情不愿来，怎么会了解？上帝一定了解，是不是？不用上帝，牧师看就知道。看我们的脸型、脸蛋的表达就知道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还是你打从心里的那一份感动来到这里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分别出来所以圣经诗人就告诉我们说，凡是存着敬畏神的心的人，他就是属神所喜悦的，神算他为义人。哇，那很特别所以今天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算我们为义。阿们。不是我们做了多棒的好事，不是我们用什么条件跟神交换，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用一颗单纯的心，凡事都尊荣他，凡事都敬畏他，用这样的心，神就悦纳，那好不好？那很棒这种关系其实在亲子关系里面很容易，对不对？如果在亲子关系里面孩子对爸爸妈妈有期待，爸爸妈妈对孩子有期待，但是两边都不讲话的话，那个期待就会怎么样？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如果有期待，如果有说出来，有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够有更棒的一个沟通？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为什么永光教会是这么喜乐的要敬拜神？哇，我们的年轻人他们都要预备哇，不只是乐团舞团也是他们都要有这一些的透过这样的舞蹈的编曲预备，让服侍的人他们都能够把他们所预备的献为祭，让神喜悦，那就带领我们更喜悦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潘牧师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对，来到神敬拜赞美要怎么样？唱诗歌而已吗？开口唱而已吗？不，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肢体语言都表达出来，我们要举手降服于他，举手跟说，主啊，我空空的，求你加满给我98加满吗？95加满，对不对对，加满给我，主啊，我需要，对不对？然后我可以更跳舞的赞美神，阿们因为我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存着这样敬畏神的心来，我相信神愿意我们把我们该给我们的，他早预备的就会加添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超喜爱敬拜赞美，我就走在义人的路上，对不对？我们一起说来，我超喜爱敬拜赞美，我走在义人的路上。 OK，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OK， 好，那美国的思想家就是爱默生，他被誉为是美国文明的父亲所以他是一个思想家、散文作者他有很多的写作他说人若说天使的话，天使就会降临；若说魔鬼的话，魔鬼就会上门。我问你，你喜欢邀请魔鬼来，还是喜欢天使来？哇！但是我们常说的话是怎么样？魔鬼喜欢的，因为魔鬼看到你、听到你说的话，就说你是我这一国的，你是我这一国的掌控的。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应该以神的话为我们的准则规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神的话来建造。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天使相伴呢，还是要魔鬼来搅扰你呢？
就在于你的话语那你的话语怎么样去分辨？就求神让你能够懂得更多的认识他，明白他的话语，运用神的话语，那就是有创造能力的。阿们。这时候我们要请一位来见证，他要欢迎天使来，对不对？欢迎天使来，所以他会说天使的话。阿们。OK， 好，我们请今天受洗的茂昌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是主恩小组的黄茂昌。我出生在嘉义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内心极度的自卑，又因而自大。我的信念就是凡事只能靠自己。45岁那年，我骑车摔倒，然后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家人怎么办？那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只能靠自己。2019年，我的女儿带领太太来到永光教会，开始了我的温馨接送情。那当时我偶尔会参加主日跟小组，但是因为后来工作忙碌就作罢了。那2年前，生活中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整年都在负面情绪里。那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是我站在我老家隔壁的空地上，看着一座尖顶的教堂的屋顶。那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异象。我心里想，是不是该回教会了？那今年初，我太太的小组长，那跟潘牧师来我们家里探访。那我知道是耶稣在呼召我，要我回家了。于是我回到了对我不离不弃的主恩小组，然后也参加了生命更新营，开始了培育学校的恩典之路。那还没有受洗的我，还参加了教会的联合诗班，第一次在双和教会服侍，那圣灵的感动不断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流泪了。那过去人生暗淡无光，即使很努力也没办法改变。我来到永光参加培育学校，我才知道，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珍贵的。现在我知道神对我有美好的计划，那我要完全的交托给神，完全顺服在圣灵的引导。那成长班期间，我也经历了升职的祝福。感谢神透过我的女儿玉珍，引导我们到永光教会。感谢神是给我最棒的太太玉洁，还有我2个宝贝儿子。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他必带领祝福我的全家，他也必祝福每一位来寻求他的人。感谢神，谢谢大家。是吗？的 ，OK， 好，阿们。在他去年去年的茂昌的长相跟现在有没有不一样？现在有笑脸。他的老婆是哪一位？请站起来一下。玉洁，你觉得你的老公他来到永光教会之后，他的脸有什么改变？变帅了，而且变年轻了，对不对？他刚刚跟你说谢谢你，对。然后他刚刚有提到他的女儿玉珍，玉珍在哪里？哦，来，玉珍站起来，向后转给大家看一下。女儿带领妈妈带领爸爸来到教会。感谢主，
神真是在茂昌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化，他们的家庭也不断的在更新，然后在复兴。他一来到培育学校，他就在他的职位上升等。阿们吗？神将极大的恩典放在他的里面，上帝也祝福他。你现在是培育学校什么班？成长班上完，已经报名门徒了。门徒了，是。所以我们受洗的转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进入到永光的灵性学校，我们的培育学校。上帝大大祝福我们的茂昌。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受洗的人呢，他们有机会也要上来做见证。我们期待以后，感谢主，谢谢茂昌，再一次热烈掌声。茂昌是你的名字，对不对？但是今天起，茂昌是你的未来。对，是什么？茂什么？茂盛的，茂什么？茂盛昌盛，对不对？对，好，这是你的未来。过去是你的名字而已，因为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感谢主啊！牧师要讲的是，你成为主所喜悦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对你的后代是一个祝福。但是你刚好相反，是女儿带领你进入到基督的名下，而我相信你的女儿，神的祝福是极大的，因为她把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跟父母分享以后，父母愿意接受了，而全家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对家庭是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也相信未来你的家是一定更昌盛的，更茂盛的。阿们。这是我们可确信的哈。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的人的后代要蒙福，这是理所当然。在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非常清楚的观念，神祝福的就是那一些寻求神的人。每个世代，神在寻找这一些人，就给他们一个跟他们立约，并且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这些人只要守约，他们就必得神预备的一切的福分。而这个世代，我们也看见，我们在这里的99%以上的都是非常清楚跟神有立这样的一个约。而你只要守约，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不断的加添给你，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纪17章第7节。是的，你要相信，你跟神的这个约，这个契约，你只要守住的话，你只要听从神的话语的话，这个恩典祝福不只是你而已，是会祝福到你的家，祝福到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都会更蒙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和我家，我们一起来，我和我家都与神有约。对，都与神有约哦。神是守约的神，神绝对不会背约，因为他是信实的，信实的他就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你我跟他如果有约，我相信这是可以确信，只要你守约，恩典就属于你的。所以感谢神也这样的透过诗人告诉我们，这一些这样行神所喜悦的正直的人，他必得着一切的丰盛。这是在旧约时代就清楚给我们来了解的。那这一些人，他们更懂得就是运用神给他的恩典跟祝福，能够为神所用。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在我们永光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很乐意分享，甚至在物质上的分享给需要的人，这都是很棒的。这是神应许，让我们有的可以分享出去的话，分赐出去的话，那神必然按着他的应许，更多加添在你的身上。所以即便你会面临到生命当中
可能会有波涛汹涌的日子，但是神应许正直的人，因为他懂得倚靠上帝，神的光必照耀他，这个过程就会看见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定了。阿们。所以感谢主啊，牧师从疼痛到开刀到现在，我要感谢主，神给我一个最美的，就是可以站立在这里，能够向弟兄姐妹说，对，在苦难中我们继续可以敬拜神，在疼痛当中我们继续依靠他的话，那神会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经验他的同在，并且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成为最美的见证，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样的人，神应许他把他的属性赐给我们，因为这样的人是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的，这是神的属性，乐意分赐给我们。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形象样式都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寻求的是恢复神创造的那一切的荣美，那一切的美好。所以信主的人，我们行事要怎么样？公正不阿啊，阿们。要诚实无欺啊，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要活出来的。牧师还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守法律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包括要走斑马线人行道，这是也必须要的。阿们。我还是有发现有的人直接就闯过麦当劳对，如果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直接闯过去的，不要半路叫他，危险下次遇到他说，牧师，有时候我们要走斑马线呢，我上次看到对，好不好？彼此提醒一下好不好？我们每一个牧师，我们都是这样。牧师在台上讲，我们就这样做了。所以我期待我们能够真的，因为这是要顾惜你的性命对不对？这是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阴霾，活在神的祝福当中。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是有连结的我们是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的。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有恩惠、怜悯和公义的性情。阿们。是的，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活现出来的。所以最后诗人就说，怎么样？义人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我们人都很喜欢被纪念，对不对？我们最痛恨的人家就是忘了我们。哇，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牧师也很辛苦，你知道吗？要认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又要把名字连结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挑战但是人跟名字不一定连起来，但是我的羊，我听懂他的声音。好，祷告里面知道弟兄姐妹需要什么，我们就来代求，我相信神会悦纳。潘牧师就厉害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只要来一次，下次遇到他，他会直接叫你的名字，让你吓一跳，有没有你就不得不来，因为他是点名的机器。恩赐不一样，但是都是荣耀神。阿们。都是建造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愿神在这其中能够让我们明白，对，我们期待人们记得我们，但是有时候人记我们比较容易记什么？我们的是是非非了，对不对？批评比较多，肯定都会比较少。但是神纪念我们，那才是更重要的。因为神纪念我们，意思就是说，他永恒的恩典跟祝福，他荣耀的冠冕都会为我们存留。阿们。那棒不棒？今天在这里受洗归主名下的，你要记得，你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神国的生命册当中。标定的是2026年的6月7号，这个时刻，你
奉主的周牧师奉主的名，潘牧师奉主的名为你施洗，让你归入在基督的名下。生命册已经记得一笔非常清楚，所以你是属神的人，不要怀疑。二者撒旦的作为，你可以奉告耶稣基督的名砍断，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跟茂昌的名字一样，那茂昌都是未来。阿们。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属他的，他就永远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所以义人的路其实就是通往永恒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一起走在其上的。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其中更明白，我们在生命上最重要的是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阿们。OK， 好，牧师要讲的非常快，因为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哈。OK， 好，所以这一刻我们很清楚的，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里面，都有转换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刻就是让我们从属天跟属地的这样的一个转换，让我们从属天的价值观信念转换成为属天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你就会发现，你生命核心的价值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阿们。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你确信吗？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哈。我最后说，巴哈他是西方现在的音乐之父嘛哈，他有说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信徒。牧师去德国有去到他服侍的那个教会，他当那个教会的指挥跟音乐的总监有27年之久，最后他也是埋在那边哈，埋在礼拜堂哦，他写了非常多的都是荣耀神的。他清楚哦，他每一首曲子要开始写，他都会知道把2个字德国的简写就 JJ， 意思就是说求主帮助。然后结束以后，他会写 SDJG， 就是荣耀归于神。这是他每一次写一首曲子都非常清楚，求神给他智慧，能够写出属天国的音乐。然后呢，最后他说，这就是要荣耀神的。愿我们的生命都是如此哦。他很特别的，他有一句话可以提醒我们。他说，超过了哈，对不对？他说神所写下的休止符，我们不要把它怎么样改为问号。我们不要把它改为问号，这是他在提醒我们的。神画下的休止符的地方，不要随便改为问号。对，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难处，我们好像停止，没有办法往前了，我们就要问说：上帝啊，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啊，你在哪里？谁啊？你怎么没帮助我？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在我危难的时候，你跑到哪里去？我们常会有这样的问号，但是巴哈提醒我们不，神画下的休止符，就是让我们能够浸泡在圣灵里面，来听圣灵的声音。这我们在我们的培育学校有没有很好的操练？有哇！现在大家领受意象画那个画图超厉害的真的超厉害。昨天结业的时候，大家在说我现在越来越厉害，有意象就画图彩色的图，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都是一个最美的见证。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我特别再次的欢迎今天新加入我们永光教会的永光家人们，你们今天开始，你要确信，你最宝贵的就是你已经在耶稣的手中了，而耶稣看你为至宝，他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不要怀疑，总是回来问耶稣说：耶稣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会让你明白，你的生命都有他的带领，你会经历更丰盛。这是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为你依靠耶稣的名，你走在他喜悦的道上，你就是被神称为你是义人了。而义人就是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感谢主哈 ，OK， 好，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信靠耶稣，心满意足，阿们。是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哈。好，最后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2篇第1节其实这首回应诗是牧师很喜欢的回应诗哈。我们来唱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我们请我们的vocal 上来，我们一起来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把这首诗歌化为你生命的一个祝福，经历耶稣的同在。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成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
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他配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奉献，今天是圣餐及圣礼典的主日，后面的招待桌有这个圣餐的这个奉献袋，可以请弟兄姐妹多加的利用。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开始奉献。是安坐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知道主是安坐前，谦卑领受会众请起立。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主持。我们恭喜这些的新家人18位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也许我们过去生命充满了问号，然而受洗之后与耶稣有约，问号就要成为惊叹号。阿们吗？阿们。上帝来看顾我们。那我们记得礼拜天，为什么叫礼拜天？就是要来礼拜的日子，所以我们与神有约，约在礼拜天，总是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好，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这是我们的导读。好，黑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是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并且一直到永恒。所以我们依靠它，连接它，你就是安全的。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在昨天的启发周末营，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来参加了这周末营，有非常美丽的一个分享真是大大的蒙福，上帝来祝福他们。好，接着那这是我们的培育学校，一班来结业，这是门徒班好，接下来这是领袖班，来到永光教会呢，我们都会在圣经还有对教会以及意向上，圣灵上带领我们来认识，让我们的生命更宽阔，并且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这是我们的领袖班，他们呢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特别为他们举办这个领袖班的
毕业典礼哈，恭喜他们，将来他们呢陆续都出来要成为当小组长哦哈。好，感谢主。接着，好，那今天呢，恭喜我们的所有的受洗的新家人，上帝再一次的祝福你们。好，那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呢，等一下有备课。好，等一下结束后，我们的长老呢一起留下，我们要来开会。好，另外呢，永光教会呢，我们不仅是现在看到的，我们还有我们的社区的儿童舞班，还有为青少年我们的舞班，再来就是我们在每一天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之后呢，都有为国小学生的星光学院，所以呢我们对这些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来看教会教会的广告，然后来洽我们的会宴干事。好。那这个是这一周都是启发圣灵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认识到了圣灵原来我们的生命里边，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陪伴者，给我们智慧，就像那个 GPS 一样，引导我们哈。这个在启发的圣灵中，所以每一个人参加在幸福小组，你知道吗？那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分跟智慧的得着，所以你一定要参加在小组里边哈。好，这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小组的一个聚集。好，那我们的嘉佑弟兄跟怡慧姐妹有没有在这里？好，怡慧，来站起来一下。你的另一半呢？有事啊！我今天要介绍他就有事。好，嘉佑跟怡慧呢，他们7月4号要在这里举行结婚典礼，邀请大家来参加哈。那是他在永光教会长大的，嘉佑是从别的教会转到永光教，原来神让他到永光教就是要来娶这个老婆。所以你们来到永光教会的都有福分等着你们。好，那邀请呢弟兄姐妹呢联合诗班呢来为他们来献上这婚礼的祝歌哈。好，那注意这个时间，接着好有没有看到大楼现在只剩下一步？是，另外一步不能用，不要硬着要把它撑开门哦哈。好，所以呢永光教会的口号是什么呢？我走电梯。好。这个我们永光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如果是年长的走路呢会跌倒的，你不要走楼梯哦，好，你就坐电梯。但是因为呢住户呢住在这里，他们是每一天要上上下下，那现在他们大概都要等很久他们呢最怕的就是礼拜天，永光教会的人一来，他们都要等好久，还等不到电梯。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住户他们搭电梯需要搭电梯，我们可不可以礼让他们优先？可以，因为我们有高度，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好，没关系，你优先，是你优先，我蒙福哈。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呢，也请我们长者搭电梯，那其余的我们就来走楼梯。好，再来这个是我们的协会我们有这些的活动，哇，有36位报名要去打保龄球哦，亲子哈。感谢主。所以如果你带你的孩子，不论是青少年、儿童，或者是社青，你们来到永光教会，永光教会有许许多多趣味的活动，然后呢，对孩子、对青少年都很有帮助。不管是他的品格、学业，还有他未来的职场，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源的平台哈。好，接着。好，那教会有一个财务部的研习会哈，好，我们也来留意一下。好，另外我们的丽娜牧区，你看这个牧区呢就要去玩了，是，所以呢，你如果加入永光教会，然后呢我们会把你安排到一个小组，在一个牧区里边，那我们大概半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游，然后让新朋友都可以参加。丽娜牧区要去哪里呢？麦克田园，感觉还蛮好玩的，我也很想去哦，很棒哈。好，额满了吗，丽娜？哇，额满了 ，OK 哦，还不够哈，好，然后再来我们看下一个牧区，哇，我们的秀莲牧区他们要去宜兰呢，这个也非常的棒哈，哇，牧师如果时间可以都很想去参加，额满了，是，后面还有吗？哦，你也可以参加儿童夏令营，
这儿童夏令营呢，我们要去那个泰雅尔族的司马县，在那个高山上。我们的车子上不去，还要换他们的小货车，好像在载小猪一样，然后载到那个营区，挺好玩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有小孩是小学生的，那我们的家长可以来报名，那我们名额有限哈，所以非常，而且看到那整个云海夕阳，哇，超美丽的哈。好，还可以吃烤山猪肉哈，好，这个都很吸引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了，青少年的撼动星球，是那个撼动星球的设计都非常的棒。我们今年呢，特别里面有一个讲师，他要为这些的青少年呢，来为他们做一些的职业的规划，帮助青少年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兴趣是什么，将来他们选学校、选科系，跟这个现在的社会的生态状态有什么样可以连结的，可以帮助他在生命里边被兴盛，然后呢，在他的工作上，在职场上面呢，也得着尊荣。所以你看，他在青少年，我们就都在帮助他们来规划。所以你的孩子来到青少年，我跟你说，你会节省很多教养的力量，你交给神，神会帮你教导。教会里边有很多很棒的辅导，像刚刚要结婚的这个怡慧，他也是辅导。我们看到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温柔的辅导。是他在市政府，台北市政府上班。我们还有很多的辅导，当医师的，当老师的，当諮商师的各样的职业都在青少年里边来辅导青少年。所以你把你的年轻人小孩带到教会里边来，带到我们的儿童牧区，都有专业的老师在带领他们。好，再来呢我们有一位吴文平姐妹呢，她现在目前呢是落户在我们的民家小组，那要新居的家庭礼拜哈。文平有在这里吗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好，那这是我们的茂昌弟兄，茂昌跟玉洁，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感谢主哈。他们的家有一个圣别的礼拜，一个感恩礼拜要在他们的家哈。好，请坐，我们感谢主。好，接下来，好，那我们也继续为黄玉霞还有潘恒宇来为他们代祷哈，感谢主。那我们小婷邱小婷在不在这里？小婷，好，我们的小婷呢，她要跟大家来致谢，就是在上个礼拜，她的父亲蒙主恩召在彰化的永进乡。那长久以来，我们都一直为他的父亲祷告他的爸爸呢是在永进乡他们的村落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阿们吗？是，所以小婷呢，她带着一个信仰的勇气，跟他的家人说：“爸爸过世，他是基督徒，所以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告别。”所以呢，牧师跟弟兄姐妹就到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去致上我们的安慰。是，所以呢，他的家人亲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回去之后，勇敢的为他们祷告他求上帝祝福他们的邱家整个的亲族。所以他带上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致上谢意，谢谢大家为他们的祷告。还有仲贤他们夫妻仲贤出来一点。好，仲贤好，跟邱小婷上帝祝福你们的家。好，那我们永光教会呢，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冷气都吹得很凉，对不对？好，哪一个角落没有吹到的？你的角落，你坐的位置不凉的举手。都很凉。OK， 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经过大概2个多月的修缮我们整个的空调的修缮。那我们呢也一直为这个空调的修缮呢奉献。那我们的奉献呢现在已经达到425万，所以这个空调的支付的部分已经够用，所以我们空调的奉献就先告一段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你的奉献神悦纳。我们也拍掌感谢神让我们的空调的奉献的款项
都足额哈，所以这些神极大的祝福。那我们呢来欢迎新朋友，好，这是茂昌的家人，是不是？宜德，他是我国中跟我同学，他是你的同学啊。好，宜德在哪里？哦，是玉珍的国中同学。好，非常棒，欢迎宜德。好，请坐。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新朋友嘉伟。好，嘉伟在哪？好，哦，在楼上亲子礼拜。好，我们下个礼拜来介绍他，好，再跟他联络一下。OK， 好，然后再来是嘉文的妈妈瑞珍。哇，感谢主。嘉文转籍到我们当中，他是我们的新家人啊。他的妈妈今天特别来支持他，对不对？是，所以嘉文的妈妈也要成为我们永光的新家人，阿妹吗？大家有期待吗？呀，感谢主哈，请坐。好，接下来是佑轩，是米粒的朋友。好，佑轩在这里，感谢主。佑轩呢，也要蒙神赐给你的满满的智慧，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生命里面的问号都要成为惊叹号。请坐。好，感谢主。再来，哇哦，这个名字这个人应该是从王宫来的，简玉凡在哪里？我们很期待看到你。哦，先离开了。好，那也可以跟他讲一下说，我们期待看到他。好，那这一位是蒙赫迪多维，也先离开了。好，没关系哦，一定会再回来的。好，再来 ，OK， 感谢主哈。好，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身上。好，看一下你旁边的人，你都认识他吗？好，你跟他说你很美，然后你跟他说你很帅。阿们。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我们要彼此用这首诗歌来祝福，很快乐的来彼此祝福，一起来。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要大大的爱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请受洗的向后转，今天18位向后转，我们跟他们说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好可爱，好帅气。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他慈爱的圣手扶持我们，他用笑脸看着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享有一切的丰盛，并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跟你的家。阿们。也有圣灵的引导，每一天活出喜乐、丰盛，并且成为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他活着。
指引他我曾。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大家请坐。好，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跟小组要照相的，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照相了。